各位弟兄姊妹，面對住今日充滿戰爭嘅世界，我哋可以做得啲乜嘢呢？教宗良14世咧，呼籲我哋喺10月份啦，玫瑰月裏邊，家人或者係個人一齊咧嚟到為世界祈禱，誦念玫瑰經。喺呢度咧，我都響應教宗嘅呼籲，邀請大家喺呢個10月份裏邊咧，以世界和平等喺我哋祈禱嘅意向裏邊，願意嘅咧，我哋一齊去到教區分委會嘅網頁，喺嗰度咧有 Google Form， 咁登記咗之後咧，可以使我哋咧能夠有一種一齊集結集氣嘅力量而喺咧10月11號咧喺西灣河聖十字教堂咧都邀請咗彭志順神父有一台特別嘅彌撒12點鐘正午12點鐘咧星期六嚟嘅。一齊咧念玫瑰經之後咧就係彌撒聖祭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等我哋喺10月份裏邊玫瑰月裏邊特別為世界和平祈禱。